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随着疫情升温，确诊人数增加，患者纷纷到医院、诊所看诊拿药，舒缓不适。而我国开发的新冠1号更是许多人的治疗选择，也因为太过热门，常有供不应求的情况。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医师刘家珍表示，治疗新冠轻症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开立中药治疗。台南市一位已经打过2剂新冠肺炎疫苗的14岁女学生日前确诊，在居家隔离期间出现咳嗽、喉咙痛、头痛、流鼻涕等症状。经过台南市立医院中医部视讯门诊，家属原本是希望用新冠1号来治疗，但目前因为药物不足，医师依照个人体质为他开立科学中药来舒缓不适。最近新冠1号很红啊，那像是我们有一些视讯门诊的病人啊，那如果他们刚好挂进来，我们缺货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跟病人讨论说，他们愿不愿意用科学中药，就是直接调理他们目前所有的症状这样子。最近有一个个案啊，他就是也是常见的一些轻冠症状的一些轻症。对，像是一直咳嗽啊、喉咙痛啊、头痛啊、有鼻塞啊，或者是流鼻涕的症状。对，然后跟他讨论之后，他也觉得说服用科学中药很 OK。那他就吃了3天的药之后，也顺利就是从阳转阴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临床上这类的个案也都是蛮多的，所以就是会鼓励患者说，一般的科学中药就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依这位14岁美眉的症状为例，在中医的观点是属于风热类型，所以医师采用祛风清热的药物，例如桑叶、薄荷、连翘、黄芩、杏仁等。现在我们用药可能会考虑现在的气候，还会考虑你这个人本身的体质，所以每个人用的药可能会不太一样。像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会偏湿热，那我们可能利湿的药就会多放一点。那也许清冠它就是不会针对你这个人可能湿热比较重，就放多一点这些药。对，但是我们就是如果你给中医师评估，他可能就会为你量身定做一个你适合你的处方。对，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概念这样子。刘医师表示，确诊者可多按压少商穴，这个位置是位于双手拇指节侧外侧指甲旁，可用指甲按压30秒，放松一下再继续按，如此可缓解喉咙痛的症状。此外，确诊后遗症常常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气喘、头痛、焦虑、睡眠障碍等症状，也能透过中医协助调理，让身体恢复机能。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每年夏天最夯的水果就是爱文芒果。屏东县狮子乡公所首次移师到高雄市都会区举办市集，借由芒果快闪市集，让狮子乡的芒果品牌透过面对面的销售更加分。芒果是台湾夏天盛产的水果之一，但今年受到气候及疫情双重影响，产量及销售不如往常，因此屏东县狮子乡公所首次移师到高雄市左营巨蛋举办芒果市集。我们狮子乡的芒果，因为我们的果农他会种植品质非常好的芒果，但是行销这一块他比较没有办法涉猎，所以我们就透过公所的力量，希望把我们狮子乡的芒果能够来高雄来行销，让高雄市的市民可以知道这个我们狮子乡的芒果的美味，它的品质是一流的。至于今年因为我们碰到天气的关系，因为碰到这个低温的关系，在开花的时候碰到低温，因此我们的爱文芒果相对的它的量会比较少，比过去它的量都比较少，所以今年我们在收成的时候，我们的爱文芒果，我们的农民也是很辛苦狮子乡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拥有先天的气候优势，使得农特产有自然独特的风味。这次借由芒果快闪市集，让狮子乡芒果品牌透过面对面的销售更加分。我们就可以现切来吃，或者是我们要用冰沙，天气热嘛，对不对？然后冰沙是最解热，然后我们芒果是我们纯的芒果下去打，我们不会加任何的调味料，就是比如说糖分那些都不用，我们就是加芒果，
然后就是我们特质，因为我们狮子乡芒果最甜的。到这样很好，品质很好，可是很少，量很少。品质的话就是一级棒的啦 ，OK 的。你看看这么大的芒果。现场活动邀请了原民的古调演唱、舞蹈，带给大家精彩的乐舞表演，并透过直播秀为农民找到更多通路。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迎来白昼最长的夏至，寿山动物园为了让动物们清凉过一夏，制作7彩水果冰棒给大家消暑。而连续2度荣获高雄冰品比赛优胜的冰店业者也特别响应，特制吉囊棒造型的水果冰以及塞色水果千层冰到园区让动物们享用。同时也将推出寿山动物园10月开园的联名冰品，让喜爱动物园的大小朋友都能够一起吃冰消暑。黑猩猩拿着手中的冰棒吃得不亦乐乎，美味的声音让旁边的好友急得干瞪眼。天气热到不行，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反而有了意外之喜。园方特别准备了5颜6色综合口味的冰棒，清凉又消暑，让每一只动物都乐坏了。这一刻眼中只剩手中的冰棒。那近期高雄的天气十分的炎热，那动物园的话，我们就会趁这种夏季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提供给动物这种冰凉的冰品来享用。牙齿够力的就直接啃，不行也没关系，拼命舔上几口，融化了糖水也不能浪费。红毛猩猩最好命，还分到了2只可以慢慢吃，中间的木棒成了树枝，更方便携带。整只冰棒口味多元，也能看出这群动物园的教客们是不是有挑食。我们利用天然的像是百香果、哈密瓜、苹果、芭乐等水果，我们制作7彩冰棒。那今年我们也特地利用天然的树枝来代替那个冰棒棍，希望说让动物可能更安心，然后更方便的来享用。虽然寿山动物园目前正值休园整建期间，不过园方可没闲着，趁着大热天与高雄2度荣获冰品比赛优胜的冰城合作，推出新鲜直送特制吉拿棒造型的水果冰，还有3色水果千层冰，给寿山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消暑。同时，因应动物园即将在10月重新开园，也将推出联合冰品，让大小朋友都能吃得开心。那我们在今年10月份重新开园之后，我们跟皇冠冰城也会联手来推出一款动物造型的冰棒，欢迎大家期待。那到时候我们就会独家在我们动物园这边做贩售。可爱的动物们吃冰疗愈影片当然不止这些，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寿山动物园的官网或是粉丝专页观看。虽然因为休园暂时无法近距离看到可爱动物们的身影，不过还是能透过这群饕客们的冰品吃播，近距离了解每一种动物对于冰棒的逗趣反应。记者郑王佩高雄报道。消防弟兄平时的任务除了要救灾打火，这2年还多了要支援防疫工作，勤务相当的繁忙。许多民众对于他们的付出是感激又心疼。台南市中西区永华里里长郑确燕有一次来到消防局中正分队洽公，发现消防员休息的沙发竟然是缺角的，坐起来歪一边，于是里内就发起号召，要替辛苦的消防弟兄换沙发。中西区永华里长郑确燕日前因为要替里内独居长辈洽询住警器申办事宜，前往消防局中正分队洽公。过程中发现分队内的沙发竟然是用地砖来支撑维持平衡，还发现消防员吃饭的电锅就直接放在地上。如此的情景让里长郑确燕很不忍，回到里内发起号召，获得永华里许多阿公阿嬷的响应，更结合附近的永华宫、重庆寺以及甘本堂一起来响应。我已经台南市已经做52档的义消啊，即马直接做95年，直接退休去到大队，直接退休大队中队之后退休了，到去大队，即马伫中队做顾问，即马现任的消防的人员啦，我即马消防的人员啦，拢我一生就是消防啦，大家拢真疼痛我啦，这长官啦，这大家拢会讲做，会讲台南市会讲我上。你会讲我若做义消，我上久啊，50几档啊。消防局每一年都有
例行的那个独居长者跟弱势的家庭要装助警器，我刚好也过来这边关心一下这个情形，坐在沙发椅上觉得，我腰椎好像不是很舒服，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椅子沙发椅都缺脚了。那我想说，尤其这2年疫情，我们的打火英雄实在也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那他们的休息室应该要让他们在缺脚的地方，我们应该把它补足。所以我们就来问这些阿公阿嬷有没有人可以帮忙。阿公阿嬷就开始联想说，附近也有庙，是不是大家把这个爱转动一下，让这个缺脚的爱再更扩大，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活动。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对于永华里千岁团以及崇信寺永华宫，区长汪庆龙也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致意。消防局中正分队也回赠感谢状，感谢大家的付出。今天捐赠沙发组非常我们感谢我们永华里的里长，还有重庆市的主委、永华宫的主委，还有甘本堂感谢我们区长来这边做一个捐赠的仪式感谢他们。消防员任务繁重，工作非常辛苦。永华里结合里内与附近庙宇的资源，用自己的方式向消防弟兄表达感谢，展现社区与消防单位的真情真意，令人动容。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退化性关节炎，全球大约有3亿以上人口受到这项疾病的折磨。常见的是发生在手部，其次是膝关节和髋关节等部位。奇美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医师陈昭宇表示，随着年纪越大，关节退化是无可避免的，而手部退化性关节炎更是无法恢复，严重时还会侵蚀关节。目前只能够透过药物控制，延缓退化的速度。奇美医学中心最近一项病例，一位54岁从事美发业的叶女士，双手手指因为疼痛多年，担心是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前往奇美医院检查发现，原来是因为手部退化关节炎。医师表示，退化性关节炎每年发生率大约是0.1到1.1%，女性的几率大于男性。尤其是更年期前后更容易发生。手部的退化性关节炎大部分发作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停经的前后。所以像这样子40几、50出头岁的女性，然后她们手部在疼痛的状况的话，她们就会去想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是痛风关节炎，会不会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她们比较常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她们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个可能是手部的一个退化性关节炎。所以我们连那个在门诊其实很常遇到这样子的病人来做寻助。奇美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陈昭宇表示，退化性关节炎是一项不可逆的疾病，但是可以用药物、复健、针灸、热疗等方式来延缓退化。退化性关节炎大概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关节，也就是说它一旦开始退化之后其实它就不会再回去了所以在治疗上面我们会分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治疗它的症状就是说让它的生活能够那个就是整个活动不会受到这些退化性关节炎的关节痛然后跟这些关节肿胀然后甚至那个导致说它那个关节变形之后导致它没办法活动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病人的那个生活形态会非常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地方了当然第2个部分退化性关节有没有办法进一步靠其他的部分去做治疗在手部的退化性关节这部分相对来讲会很难，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小关节的部分我们可以靠一些例如说外用的像是那个复健科有一些矫正器然后或者是那个使用一些其他的就是像针灸啦或者是像那个一些热敷的方式去改变它的症状。因为手部的退化性关节炎不能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医师表示，民众若是有手指关节疼痛变形相关症状，应该要赶紧就医检查，才能够延缓退化。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南在地的艺术家林亮莹近20年来专心在佛画和艺术绘画的研究，从一开始的兴趣到专业，无心插柳，却也得到了很多大奖。他的全国美展得奖作品《无界系列》《柯蒂蒂姆和他护佑的儿女们》7月将在台中国家美术馆展出。透过这则报道，一起来认识这位在台南优秀的艺术家。
自幼学习书法的艺术家林亮颖老师，大约在30岁左右投入绘画的学习。因为本身是佛教徒，每天都会读经写经，与佛教的因缘相当的深，所以他画出来的菩萨特别具有空灵感，作品深获许多典藏家喜爱。但因为大多数的人觉得佛画是一种信仰，所以让艺术家林亮颖决定走出画室，积极参展，让更多人认识他的作品。一开始我真的是写字，然后后来就画活像画，后来就开始画一些艺术的创作。那这中间里面，我也是一边写一边画，然后后来发觉说，活像画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它很容易被归类到一个传统工艺里面去，所以我就开始走出画室，去做一个全国性的比赛。那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其实一开始是尝试啊，也无心插柳，然后后来就不断的得了很多大奖。那当然我的艺术创作也被看到了，然后我就用这一种艺术创作来铺成我的佛像画。难得的是，林亮颖老师的创作《无界》系列，柯利蒂姆和他护佑的儿女们，这次不是以传统工艺奖项入围全国美展，而是以艺术水墨类入选，成功将当代艺术融入到佛画当中。这几年来，我是更尝试把活像画跟当代的人物结合在一起，让它有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那也产生了很多有趣跟诙谐的画面。那这次很不容易可以入选全国美展，不是以传统工艺而去入选的，而是以纯艺术的水墨类，然后参赛得了一个奖。那今年的7月到9月会在台中全国美术馆的全国美展上面来跟大家见面。不止7月份在台中国家美术馆的2022全国美展，7月8日到8月14，在新营文化中心也有一场迎风飘逸美展。在这也能看到林亮颖老师以及全国40位艺术家的创作，喜爱艺术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高雄春天艺术节睽违4年，再度推出自制的歌剧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除了邀请百变女高音林玲慧演出女主角之外，男主角则是邀请理查·卓克希尔来台演出，全集与跳脱传统、衔接现代的手法，让故事时空转换到现今。蝴蝶夫人里，女主角巧巧和男主角平克敦互诉情衷，深情对唱，让戏迷立刻掉进两人难分难舍的爱情故事里。饰演女主角的女高音林慧玲，10年前就演过蝴蝶一角，她可以说是台湾饰演蝴蝶的第一人选。然后重新再把包括技巧方面，包括你所有的心情、心境方面，全部都要掏空，然后重新整理一次这个角色。而饰演男主角平克敦的理查·卓克希尔，更是1995年电影《蝴蝶夫人》的男主角。这次是他第16次演出平克敦，也可以说是世界上饰演平克敦的第一人选。It never gets old for me. Okay. The music is always beautiful, and it's always a little different story every time. So I find it fresh. 对他来说，从来都没有就是很烦厌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他演这个角色，他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特别而且音乐上这么的美，所以他对他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体验。除了汇集国内外演员，卡司阵容坚强之外，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也将演绎全出动人音乐，而导演则是延续好评，由马修·巴克利担任制作，诠释这一部全新视野的传世经典，再次展现高雄春艺自制歌剧的口碑、自信和实力。那里面有很多的角色，虽然一样的角色，但是有一些名称就转换了。譬如讲说，原来他是在原来的歌剧的里面，他是担任这个有日本的一个15岁的艺妓。那在节目，那在这一次的歌剧里面，他就转换成夜总会的驻唱歌手。我们能够在中断4年之后的歌剧能够重新制作，其实真的是很难得。还有一些票还没卖完，我是觉得说我们观众也要回来。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是高雄春艺继《魔笛》《茶花女》《卡门》和《波西米亚人》后，睽违4年再度推出的自制歌剧，人物、舞台、服装、灯光等将呈现许多出人意料的意外惊喜。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2020年获得台湾工艺之家认证，全国第一个以熔浆技法的玻璃工艺大师林尧农首度来到台南开展，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这个国宝级的玻璃艺术创作。新竹向来是台湾制作玻璃的重镇，出生于新竹的玻璃大师林尧农，也是从小就亲近这项工艺。在中学的年纪进入了玻璃厂学习以后，深深被玻璃艺术吸引。就此展开50年的艺术创作之路，熟悉各种玻璃创作工法的他，在2020年获得台湾工艺之家认证为全国第一位熔浆技法的玻璃工艺大师，更开创了自己玻璃艺术创作风格。我这玻璃技术真少人看得到，所以讲今仔日来到这，我最主要所订的物件就是拢以这个花啦、鸟啊啦，鱼啊。还有一寡敢若讲一寡聚宝瓶这类的林尧农以玻璃熔浆热塑法搭配独创的干锅窑进行创作，在制作过程需忍受1300度的高温环境，同时还要掌握好时间与温度，才能将玻璃最美的模样呈现出来。我这种功夫咱坦白讲因为一般着你若看到种上座火，有迄火拍咧烧的，但阮这毋是呢。阮那是玻璃浆啊，有敢若火山爆炸迄个玻璃，迄个熔浆啊呢，1000多度你玻璃压出来的时候才落塑形，落做迄形体顺便分，因为我在内面做空心的，这形体呢，你若看阮做的物件袂讲安尼足粗，拢会该油的所在会油形躯迄个形体你著爱表现出这只金鱼的伊迄个高水性安尼玻璃工艺大师林尧农个展目前正在索卡艺术离城空间展出当中，欢迎喜爱玻璃艺术的朋友踊跃前往参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位在澄清湖旁的鸟松湿地公园是台湾第一座以人工湿地为主题的教育公园，而鸟松湿地外环步道整建工程日前启动。施工单位采取离地设计，搭配构件式的工法，不但能够扩张观赏者的视野，也能够大幅降低对生态的干扰，让植物、昆虫或小型动物能够在地面自由穿梭。崭新的步道采用离地设计，为的就是要降低对植物与昆虫的干扰。拥有都市绿色珍珠之称的鸟松湿地公园，坐落在澄清湖大门东侧，有着丰富的植被以及池塘生态，是许多市民朋友散步运动的首选。但木栈道年久失修，因此也在今年进行了大整建。那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相关的一些步道呢，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多少都会有一些老旧，加上以前的工法呢，通常都是螺丝外露，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采取扣件式的工法，将所有的步道的螺丝是以扣件的方式，是让它看不到的。那所以在整个视觉景观上是相当的延续，也符合相当的自然。大热天走在湿地公园里却不觉得热，因为这里种满了树，即便是夏天走在树荫下还是相当凉爽。在步道整修完工之后，民众的反应都赞赏有加。步道两旁围绕着树丛和大自然生态，宛如一座城市中的森林。我整建之后，以前也来过，现在整建之后感觉这个步道做得很好。谢谢高雄市政府可以把这个鸟松湿地公园做得这么好。我们现在来白天来这边散心听听音乐感觉都很不错。整建的不错啊，因为它这个整建的很干净、很整齐啊，而且对于旁边的生态，你在走路的时候，旁边的生态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而且它旁边的环境也有在改进，也有在派人在整理，我觉得这个步道整理得非常好。市府的用心维护，市民朋友都看得见。不过，常来运动的民众也提出了建议，旧有的木栈板有受损的情况，观光局也回应将会陆续进行整修。旧有的步道那个板有时候都
坏掉了，那个钉子有时候都会凸出来，我觉得那个应该也要整理一下。有关于整个步道的改善呢，去年我们已经投资了1500万，今年呢也会再投资1200万，陆续做完成的建制。那也希望说，透过步道的整建呢，可以让民众走起来，在赏蝶、在看鸟的时候，都可以有更舒适的环境。蝴蝶采花蜜，鸟儿停在树梢休憩，大自然美得像一幅画。不过，还是要请民众保有公德心，大家一起共同维护这座天然的生态教室。记者邱玉婷、林嘉义高雄报道。在忙碌的生活中，想偶尔让自己放个假，一杯咖啡配上一本书，在咖啡香气中度过不受打扰的时间吗？在高雄就有一间在盐埕旧市场中的咖啡厅，知性文青的环境和精心选择的咖啡豆，能够让你在这里一边看书一边聊天，就能够消磨一整天。走过巷弄里一整排平房，一间黄色外墙的店面就这样映入眼中。突出的外形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进到里面，柔和的音乐、贴满墙面的电影海报以及整柜的书籍，在这里不论是享受自己的时光，或跟老板娘聊聊电影，都让人好放松。把它布置成一个以书店的那种风格，是下去做其他的改造。然后因为其实本身就蛮喜欢书的，所以就想说会去参考欧洲其他他们的书店啊、图书馆啊，他们布置的样子。坐在这么知性又悠闲的环境，怎么能少了一杯飘散浓郁香气的咖啡？而与文青氛围最搭配的就是这杯老板娘手工冲泡的重烘焙黑咖啡，搭配微甜的蛋糕，完美平衡彼此风味。客人比较常点的，通常就是黑咖啡，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私人烘焙的浅焙豆。我们黑咖啡的话，通常就是我们是找自己有在烘焙豆子的师傅，然后我们会自己喝过之后才会想说，那这豆子的话，我觉得还蛮顺口，味道还蛮香，那我们才会进来，贩卖给客人。店内的品项以饮料为主，除了咖啡，也有每日现煮茶叶所冲泡的奶茶，上头撒上一点可可粉，甜而不腻，散发茶香。而在简单的咖啡上，老板娘也在选择豆子上加入鲜明的个人风格。风味的话，我个人是喜欢重烘焙的，所以我们的唯一的重烘焙的就是黑咖啡，那剩下的豆子基本上都是浅焙豆比较多。大家都喜欢喝那种就是有点酸酸，然后味道没有那么重的咖啡。可是我个人是偏好咖啡味比较重的。美好的一天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隐藏在市场中的小小咖啡厅，有着迷人的咖啡香与热爱阅读与电影的老板娘，欢迎每一个想消磨悠闲时光的你。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